古水的 Open 奖献身，替全场的长辈甲小朋友加油打气。统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伫台南普头埤举办嘉年华公益活动，邀请偏乡的社区学校大约400人参加。今年是第2次的举办这样的活动，那去年第1次举办这个践行活动的时候，引起很好的一个回响，所以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，大家都蛮喜欢的，所以我们今年再次举办这样的活动。这次参加的对象是由我们基金会长期关怀的。我们的偏乡社区的长辈共餐食堂、偏乡才艺班、偏乡客服班，还有早疗学童。伫活动现场会当看到祖孙牵手斗阵行路的温馨画面。统一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秉持着处置社会、用治社会的理念，落实关怀弱势族群的公益政策，号召一企业加入做爱心，受到帮助的单位嘛回赠感谢状来感谢。目前有11个赞助单位来帮我们赞助这样的活动，能够让我们这个活动能够顺利完成。包含我们统一企业集团里面有7个事业体，还有我们外部有4个事业单位。那么我们希望说，这样子的活动能够给我们今天所有参与者，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。会当看到长辈有活力的跳乱心操，还有各项在地表演、闯关游戏，提供舞台，让小朋友有机会展现自我，打造出老幼共融的友善社会。台南新闻出版，采访报道。